咱来读看卖。提示有分别押韵。试试看我们的那个看押韵的功力有没有出现哈。好，来，因读了预备来。千万天君百列规定，精中精光港配着四明，是对阳光天堂，对业宽恕消灭道清，拄起无碍发护公。护公，好，因为头前路中天堂，所以是护公王护公。好，第三十，咱做伙来面看卖哦，预备，来。信息第221首，避难欠缺真实报，咱做伙来评第一集。小姐平安。这时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叶万新来敬拜。
点节，咱请团契的首长来点第3、第2节。着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毋通挂虑啥物，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祈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这是大降节的第3主日。这支蜡烛叫做欢喜，愿欢喜的光对咱每一人生命中照出来。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知阮时常不甘结连，失去欢喜的心，求你帮助我，将一切话语与你讲出，万事用感谢的心，相信我。一定会使真正的平安，奉主名求，阿门。十架的吟诗，我老上帝，圣诗第43首。世间众人拢着验证，世间众人拢着验证。会众请起念全首。
咱游玩家庭，用主导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丘比拉多人内受苦，顶受被死埋葬，落于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伊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正道的相通。随下辈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大家来启用。启用文第33篇，禅诗也是诗篇139篇。伫圣经的后面1057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引。上主啊，你有监察我、办我，对前方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像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录音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路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举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同心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怜悯人、疼人的上帝。虽然阮世间人犯了罪，你依然疼阮世间人，为着洗清阮人所犯的罪，互阮得到救，得到永远的活命。你找见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伫马槽内，卑微看无家己，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互人钉伫十字架顶，然后伊保回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甲上帝相结连。会当因为信耶稣基督来称作伊，阮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是主的圣日，也是大降节第3主日，阮就要用感恩的心来回顾过去，纪念耶稣的救恩，搁继续向前期待耶稣的过来，用欢喜的心迎接主应允的实现。上帝对人的疼，就是将伊独生圣子赏赐予世间人。对这显现出来，伫这个普世欢喜迎接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也是疼甲关怀的日子，阮就爱军队主耶稣，学习耶稣的款式，做基督的门徒。阮就守主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来疼主上帝，搁疼出兵亲像家己，也求主会疼临到阮的教会，互阮兄姐。会当三听三扶持，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
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第一守圣神所守护的合一，就照基督所让予逐人的恩师，做主中心的落幕，来协助牧师伫福音的时间，互上帝国的福音兴旺伫这个所在。阮也祈求上帝使阮兄姐有健康的身体，免除阮的烦恼，内心有真正的平安，互阮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甲积极的心，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来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的上帝。愿来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子名来求。阿门。圣经，咱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加拉太书6章第1节到第10节。现代中译本的圣经是211页，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是415页。现场我来读。兄弟姊妹，老人含落过失，恁这会属灵的人，就用温和的心甲伊纠正。恁家己嘛着小心，才免受引诱，着分担重担。安尼才是伫实现基督的律法。家己无够想讲真后，是伫欺骗家己。逐个人着省察家己的行为，若有好的行为，伊简单通对家己夸口，毋免甲别人比较，因为逐个人着担家己的担。学习道理的人，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好物，毋通欺骗家己。上帝是袂用得污慢的。人种啥物就收啥物。人所业的，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就会修成灭亡；人所业的，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伊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换命。做好事毋通上善，若无灰心，时到就通修成。所以，无论什么时阵，就把握机会对众人做好事。特别是对信仰真做一家人，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学乐，咱请圣歌队伊今仔要学乐的诗歌是一首圣诞的牧歌。
总干事将淑慧牧师甲咱正道，伊今仔正道的题目是做伙担重担，做伙担重担。三一主上帝，愿我的头思想你的话语，我的嘴报扬你的真理，我的心遵行你的旨意。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甲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上帝。毋拄搁较重要的就是爱代表台湾圣经公会来到伫咱的教会，甲咱说多谢。因为咱的教会一直咧支持台湾圣经公会，有的人会感觉讲，这个张淑慧牧师足面熟的啊，吼，以前就捌来过咱遮，无毋对啦，吼，我以前是承德大专的工作者，受到咱的教会真大的照顾，吼，后来承德大专的另外一个工作者叫做李志胜。嘛，伫咱的教会遮，服务受到咱教会真大的支持。当然我后来有受到台湾基督教会，甲我差派去到伫英国，尾到德国的所在，拢总差不多15年外，要到16年吼。这段的时间，咱的教会有缘伫总会内底真大的支持。宣教的事工啦吼，特别咱知影讲台湾有真侪的青年去到伫国外留学，留学以前拢是伫美国对吧？后来拢要去英国，为虾米？足短，虾米物件足短？飞行共款长啊吼要摕一个硕士学位，较短无毋对啦吼。伫美国可能爱2年、3年，吼台湾当然较长，毋拄伫英国18个月啦，18个月就1年半，哇！所以真侪人爱去到伫英国，当然后来我去到伫德国的所在，伫遐我有真侪无共款的学习，知影原来咱的信义宗嘛是新教吼，伫德国的教会内底。每一间的礼拜堂，耶稣拢伫十字架顶。虽然是新教的教会，嘛是安尼，因为这是伫教会内底，因足早就起好所以虽然到伫1517年，路顶马丁伊改教了后，有缘是共款，毋拄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讲读圣经毋是牧师、神父的权利，每一个人拢应该爱读圣经。咱有足好运的吼，咱足有福气的，因为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读圣经。毋拄咱每一个人手底敢有圣经？有教会公用的圣经，还是家己的圣经？家己的圣经有早来无？无，因为礼拜早圣经来伤重啦。因为这本的圣经有汉字，阁有白话字，足重的。阁有迄个教会兄弟牧师甲我讲吼，恁出的圣经伤过厚啦阮迄医疗囥袂落去啊。所以，阮即马是毋是爱甲圣经用搁较薄咧？中国的爱德印刷厂，因即马有迄足薄的纸，可能会当印。当然，这就爱搁好好来拍算。总是爱甲咱报告的，就是台湾圣经公会甲环球圣经公会完全无共款。为虾米无共款？因为台湾伫台湾环球是全世界是安尼嘛？敢若是毋拄环球因做中文汉字的工作啦所以因伫全世界的华人中间。有推广真侪汉字中文的圣经，总是台湾圣经公会是，
甲联合圣经公会有关系。联合圣经公会是啥物人呢？就是全世界240个国家地区内底155个圣经公会，所以台湾圣经公会嘛是伫这中间。台湾圣经公会诚做联合圣经公会的一份子，当然毋是干那做台湾的代志，我嘛是关心全世界的圣经的翻译，甚至圣经事工的推动。再来就是圣经公会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爱互每一个人的手内底有一本伊负担会起、伊读会捌，佮伊会当相信的圣经哦吼。有的兄弟姊妹可能会甲我问讲即马吼可能毋免买会起啦，因为吼阮手机啊，也是阮的 iPad， 阮拢会当看吼，download 就会使啊。佮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足好心足好意，download 毋免钱。安尼台湾圣经公会会当佮继续生存落去吗？会啊，为虾米？咱有上帝啊！有上帝会当感动咱每一个人无？会啊！所以吼，迄奉献袋啊会记哩哦吼，较等下爱甲恁毋是剩的钱，爱甲有的钱会当放落去来支持台湾圣经公会。圣经公会嘛，期待讲，阮伫20年左右，阮就爱做圣经的修订。不过咱知影一项代志，可能有人会问讲圣经公会吼翻译迄圣经，为虾米阮耶和华叫了好势好势，甲耶稣拢共一个家族，拢信耶啊吼，要改做上主，为虾米要改做上主啊？原来就是伫希伯来语内底，遮以色列人因敢会当直接叫耶稣的名，叫上帝的名，袂当哦，因袂当直接叫上帝的名。所以，迄个袂当称呼的上帝的神，因叫做那英语甲伊翻出来是 YHWH。因讲袂当称呼我，迄叫袂出来，迄足碍叫的对无？因讲安尼我知影，迄是吼万军的军队的迄元帅，万王的王。伊是阮性命的主宰，是阮以色列国家的主宰，所以主人叫做阿多乃。后来中世纪的时阵，遮的神学教授哦，神学家、圣经学家就讲无吼，咱家己斗起来好啊。YHWH 甲阿多乃的母音拢甲斗起来，就变做耶和华。耶和华，咱翻台语足好翻的啊。英语叫做 Jehovah， 有小可无共款。毋拄音译拢足好念的。后来19世纪，因讲毋对，咱拢甲上帝名叫毋对啊啦，爱叫做耶和，因为伊的母音应该是安尼发音。哇！伫台湾，咱讲咱要翻译中文的圣经，要甲耶和华搁翻译做耶和，有的人感觉袂惯势。后来新教甲天主教会旧教。伫中文的翻译中间有同齐来讨论，因讲以前吼拢互大个人叫毋对啊。阮嘛是相信耶稣基督，毋拄为虾米叫阮叫天主教？所以因讲安尼无甲天主比天主搁较悬，叫上主好啊。安尼耶和华怎叫上主？这就是咱伫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安尼来的。原来圣经的翻译需要不断的修订，而且伫找到新的资料的时阵，咱爱搁家放入去伫圣经内底，安尼咱读才会当知影讲原来圣经有安尼的解说，有安尼的意思。咱即马呢要来同齐思考，做伙当。要来思考这个主题的进前呢，我要邀请每一个人，你手若有圣经，手机也嘛会使，平板嘛会使吼，就甲摕起来，咱要来同齐宣告哦吼，同齐来念哦吼，来，
这是我的圣经，我爱上帝的话，我的力量伫遮，我的愿望伫遮，我的性命伫遮，奉主的名宣告，阿门。上帝的话是咱的快乐，对无？上帝的话是咱的愿望。咱今仔日抬杠节第3主日是喜乐的主日咯。咱的喜乐有伫咧上帝的话内底无？有，咱的性命嘛伫咧上帝的话内底哦。伫咱的性命中间，咱感谢上帝，因为咱会当来到伫教会。当咱来到伫教会，咱知影，毋是干那我一个人活好势就好啊，搁爱有上帝教会内底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活好势啊。搁恁伫咧加拉太这本册是保罗伊写互加拉太教会的兄弟姊妹，要甲因勉励。伊提醒因讲，咱的信仰毋是一个人就好啊。咱的信仰毋是一个人伫咧遐欢喜，伫咧遐忧闷。咱的信仰是爱做伙行，同齐派一个团体的生活。因为伫咧教会内底，每一个人拢有软症，连牧师嘛有软症呢。有当时咱会跌倒，有当时咱会受伤，咱会感觉哦，我哪有一个重担，我挨袂起来。所以，咱基督徒，咱兄弟姊妹需要互相帮衬，来排这个重担。这是咧实践活出来。耶稣基督伊所予咱的律法，爱互相相听。拄好伫咧过去即礼拜，我去到菲律宾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咧讲到关系、创伤，还佫有医治。创伤医治，原来咱每一个人有可能有小块的空喙是跋倒去刺伤的。拄咱嘛是需要 OK 帮，嘛是伫咧打 OK 帮之前爱甲伊消毒。爱互伊会当豆豆复原，若较严重，有可能有发炎的状况，若胃肠发炎，就爱直直走便所对无？佫有咧，若是因为弄着骨头断去，有可能就需要开刀。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受伤，毋拄咱需要医治。一般伫即卖的社会，咱拢讲若是要医治咱身体顶面的病痛，当然着看医生、走病院啊，吼。若心灵的咧，咱有心理师、諮商师，也好吗？伊会好，感谢上帝；伊袂好，爱找谁？找上帝啊！咱拢袂记念吗？咱有一个足大的医生呢，是耶稣啊！咱有找过伊无？豆豆，咱已经袂记哩啊！咱已经袂记哩讲，我若受伤的时候，我爱找耶稣。所以伫菲律宾，我参加这个会议的时阵，受到足大的激励。因伫遐讲，咱无需要专业的諮商师、心理师，咱才会当得到医好，才会当得到透放。咱需要的是，伫教会内底，若有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来陪伴、来分享，用上帝的话互相来激励，然后医治是对上帝遐来的。咱会当得到医好，是完全耶稣基督互咱的。保罗伊提醒，伊讲兄弟姊妹啊，若有人陷落过失，恁遮个属灵的人就用温和的心甲伊纠正。咱的和合本翻译做挽回、挽回。现代台语，佮有现代中文拢讲纠正、纠正。
希腊语内底，这个纠正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你若是骨头断去，爱甲伊敲倒转来，迄叫做纠正。哇，骨头断去要甲敲倒转来，即马讲啊，去找医生啊，打麻醉药就免疼吼啊，手术了啊就好啊吗？复原的中间会疼无？嘛是会疼。啊，毋拄希腊语伫遮讲，爱用温和的心，爱用足温柔的方式，将有四角擦、有断去的所在，甲伊倒敲转来，互伊复原，互伊恢复，这叫做纠正。伫咱含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咱敢有用这种的方式。当有兄弟姊妹因跌倒，当因受伤，咱大力甲伊牵起来讲，翘好，你会当翘在的，还是咱温柔甲伊讲，啊，你跌倒啊，来，我甲你牵，爬起来了，爱搁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保罗甲因讲，大个人有重担，啊，毋拄咱爱学习。共同来承担，哇，分担迄个重担，斗担迄个重担，因为迄个重担亲像石头遐尼大粒，所以一个人敢有法度？无法度，所以爱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一个团体，才会当将迄个重担甲伊担起来。迄是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啊，毋过保罗阁有讲哦，伊讲你每一个人嘛爱担家己的担。吼，保罗，你到底咧讲啥物啦？叫阮爱互相承担迄个重担，啊，即马阁叫我爱家己担，啊，无你是咧讲这，也是讲迄个？哦，原来保罗伫遮要讲的意思，若伫希腊语有表达，伊讲担家己的担，就亲像。迄做兵的人，家己有一个军装，啊有一个牌仔，迄个牌仔内底缀所有伊家己的物件。这阿兵哥伊敢会讲啊，我的同袍，你帮我拍一下，我拍袂发啦，袂当，伊爱家己拍啊。即摆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因敢会甲迄2岁会当行的孙仔、囡仔，甲因讲，即摆吼，你已经较大汉啊哦，啊，这罐是你的水哦。啊，这个是你的点心，还有你的尿布，放伫你的盘仔内底。啊，你爱家己担，有无？咱嘛是训练咱的视势，咱的囝儿孙仔爱家己担。保罗伫遮咧讲的就是，恁若是有家己应该爱承担的责任，就爱家己担。啊，若亲像石头遐尼大粒的重担，爱互相同齐来担。保罗伊嘛阁继续讲，伊讲人若种啥物，就会收啥物。种葡也袂收菜瓜哦，吼；种葡萄嘛袂收无花果。所以种啥物收啥物，这是上帝伊透过真侪先知，啊，阁有透过耶稣基督，互咱一个袂改变的定律。咱若是甲疼的种子压落去，咱会收成喜乐。咱会修成好的关系祝福，假使咱所压落去的，若是自私，若是怨妒，若是批评，咱有可能所修成的，就是败坏，就是孤单，就是破碎。所以咱爱顺叹相信，伫咱心内底的感动，然后咱去压遐种子。有当时咱会想讲啊，上帝啊，我也种啊。啊，我奉献啊，啊，毋过我哪拢看袂到任何的改变。特别伫一寡迄爱长期投资的，亲像大专事工。哦啊，歹势吼，我今日毋是要为着大专来报告，啊，毋过就亲像一寡较弱势的事工，包括圣经公会共款。我已经有圣经啊，所以其他的人需要买，应该去买就好啊。啊，毋过咱敢知影，当咱支持圣经的事工，
我较等下个分享互咱大家哦。咱若支持，咱就是做伫上智慧势的身躯顶。阁有一项保罗有提醒，伊讲：恁爱行好，恁爱做好的代志，啊，袂当野先，袂当灰心。特别恁爱做伫恁厝内底的人的身躯顶。啥人是你厝内底的人？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啊，咱拢是兄弟姊妹，所以厝内底的人，咱会当做伫因的身躯顶做好的代志，把握机会来做，安尼就是完成耶稣基督互咱迄个疼的诫命。台湾圣经公会，阮所做的事工是啥物？翻译圣经，搁爱做啥物代志？爱修订圣经，搁爱鼓励大家人读圣经。翻译圣经，敢有人知影讲全世界有几种语言？2000、3000、7000几种，7000几种的语言内底，咱台湾真特别，咱台湾占几种呢？台语、华语、客语、原住民语，爱几种？4种吗？原住民语有几种？16种，因为16族讲毋对啊，因为原住民有42种。原住民有遐尼侪种，感谢上帝！过去的宣教师、过去的牧者、过去的总干事已经带领圣经公会翻译咱原住民族10族的语言的圣经吼。毋愈真侪族，无有几本的圣经。去年2024年布农族语几本的圣经出版啊，足欢喜的。有长辈讲，我等这本圣经，我等70年啊啦。翻译一本圣经，若照联合圣经公会的评估分析，新约爱8年，旧约爱12年，规本圣经爱20年。咱翻译布农族语圣经翻译70年，上帝啊，有够亏欠的。原因是啥物？咱有人无钱，搁有咧，咱受限制啦。因为咱伫白色恐怖戒严时期，咱敢若会当讲华语，咱袂当讲家己的母语，甚至原住民因嘛袂当讲因家己的语言。感谢上帝，咱民主了后，咱会当讲家己的语言，毋愈会晓讲台语的，在座一定拢会晓。有咧教家己的囡仔讲台语的，有人举手，真好。我的台语毋是伫台湾学的，足见笑的对吧？我的台语是伫巴西学的，因为巴西的教会因拢读白话字，我去遐唱圣歌队，因写的白话字我完全看无，所以我伫遐学因的白话字，搁甲中文写去。原来这是台语。感谢上帝，互咱有宣教师巴克勒翻译好势。1933年出版巴克勒规本旧约甲新约的圣经，大家人读甲足欢喜的。咱的教会背圣经、编圣经的比赛，拢是巴克勒迄本。后来讲，即马的囡仔吼，袂晓看白话字，是毋是会当圣经公会来写汉字啊？有，所以咱有一本巴克勒汉字版的圣经。搁来咧，阮有发现讲，迄本的圣经是厦门音的啊，所以伫2021年有出版这本遮尔高的圣经。原来因为伊是有汉字，搁有白话字伫内底。爱做遮个代志，是因为
爱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的母语来读圣经。啊，咱的原住民呢，伊嘛需要。所以，咱的原住民还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就是原住民，台湾原住民是南岛语系的源头。南岛语系是偌济国家呢？包括马达加斯加，就是非洲正边遐有一个岛，马达加斯加一直伫南半球到底智利左手边有一个复活岛。这几个包括巴布亚纽几内亚800个语言，即马剩600个语言，因遐南岛语系的源头是倒位？是咱台湾的原住民。所以咱的原住民的语言爱甲伊保留落来无？一定爱啊！咱若是无保留，咱就亲像巴布亚纽几内亚，本来有800个语言，即马剩600个。啊，咱会当甲伊翻译，咱当然爱甲伊紧翻译哦，好势。而且以后会当诚做，若有语言要搁做复苏，即马有 AI 就会当来协助，所以需要咱兄弟姊妹来支持这个事工。搁报咱知影一项，就是手语，伫全世界有300种，咱台湾就有3种。手语。啊！因看咱的迄汉字就会使啊，因就会晓学啊。哦，真歹势吼！因咧学咱的汉字，就亲像咱咧学英语共款，完全毋知影，完全袂晓。迄咱的周报互伊看，伊讲啊，这是啥物？所以因爱用手语来比。咱有手语的牧师吴信昌牧师是咱长老教会，啊，还有其他的教派，因换了有训练。传道者总是因若干那看咱的圣经，因无法度来明白圣经的意思，所以需要翻译。当因的小组成立20年，翻译10年，甲马可福音干那草稿翻好势，啊，毋拄到底准也无准，伊嘛毋知影。所以伫旧年，伊有来到伫台湾圣经公会。啊，阮讲好，安尼咱来同齐来做这件代志，而且资源是联合圣经公会会当到支持的，所以阮开始做这件代志。啊，阮为一本小小的圣经故事册内底，旧约40个故事，佮新约30个故事，开始做翻译，期待伫今年年底会当完成，啊，然后会当出版。即马翻译好势，已经拢放伫网络顶面。有一位姊妹伫10月的时阵，伊写批来甲阮讲，伊讲真感谢台湾圣经公会会当出版这圣经的故事。我的妈妈93岁，是一个聋人。伊头一摆看到这个影片，知影有上帝，知影耶稣疼伊。93岁聋人妈妈听到有上帝，听到耶稣疼伊，这有互人足感动的无？有啊，阮足感动的。所以阮讲好，等这个圣经故事遮若翻译好势，开始就要一本一本圣经来甲伊翻出来。有钱有人，美国圣经公会因翻译40年，翻译一本手语的圣经。台湾圣经公会一点仔钱，一寡人，我毋知影翻译偌久。联合圣经公会讲无钱无人爱100年，100年我拢做久啊吼。所以期待咱的兄弟姊妹，卖当为着遮个人来支持、来关心，因的资源足少的。咱有偌济人咧用手语咧？伫台湾有14万人，咱的台湾有14万人咧用手语，所以咱需要传福音互因，咱需要互因知影上帝疼因，咱需要互因看到原来因若有受伤，因心灵受伤，会当用上帝的话来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兄弟姊妹，做伙打，咱爱把握机会，当咱会当
做这个好事的时阵，咱就把握机会，奉献袋仔甲摕出来，后壁的名甲写起来。你若是无早钱来，不要紧，交出来，会当继续来支持台湾圣经公会来做这个代志，来关心每一个人。拢爱会当读到圣经，用伊家己的母语，用伊家己心灵的语言，甲上帝对话，互上帝甲伊感动。这就是伫个咱厝内底最好的代志，因为知影讲上帝伊疼咱每一个人，伊无要放杀咱每一个人。虽然咱有欠缺，咱有无够业，毋过咱会当同齐来担迄个重担。即马要互咱每一个人来看一个影片，是介绍最近圣经公会的事工。公会行过69年，愿满心感谢上帝过去以来的带领，伫遮要向大家。圣主的奇妙作为，主后1956年成立以来，台湾圣经公会无停推动多元的圣经事工，互上帝的话语行入无共款的族群。中文圣经发行，互华语使用者会当真方便读上帝的话语。为着帮助信徒更较深入查考经文的内容。台湾圣经公会也出版系列的圣经研读本，互人认捌经文背后的历史甲神学的意义。原真注重台湾多元的语言，陆续出版台语圣经、客语圣经，推动原住民圣经的翻译甲出版，完成台雅、律凯、不论。台湾等等杂族语的圣经发行，互族群语言得到保存甲传承。除了出版圣经，阮也积极举办各种活动甲推广的事工。透过牛仔圣经青春大会，阮将福音用有创意的方式带互年轻的族群。阮也举办圣经讲座甲族群母语圣经翻译讲座，邀请学者、牧者甲翻译同工，深入分享圣经真理，甲宣扬圣经翻译的重要性。阮也推出圣经世界教学的旅游，结合教育甲实地查考，引带信徒认捌圣经中的历史甲地理背景。主后2000年，台湾圣经公会伫台湾各地教会推动教会手抄圣经活动，互信徒亲手抄写经文，也照着安尼将上帝的话深入人的心中。阮的使命毋那伫台湾，也行往海外。透过圣经到肯亚计划，阮将奉献转互当地机构。互因有经费印刷圣经，互肯亚人属灵的需要得到满足。透过弱势家庭送爱计划，阮也将儿童圣经送到各所在，成做儿童心灵甲生活的祝福。阮明年要踏入第70年，这毋那是数字的加添，搁较是对上帝信实应允的见证。也是阮事工更新扩展的重要时刻。新事工的焦点放伫各族群文化关怀甲关系的建立。大先，阮开办族群圣经翻译讲座，嘛开始教会巡礼，深入原住民教会，了解因信仰历程甲复兴的故事。面对网络资讯世代挑战甲需要，台湾圣经公会计划中文青年圣经的问卷调查，希望透过甲青年意见交流，出版更较贴近青年人语言甲心灵的圣经版本。阮也计划出版家庭圣经，用亲子互动的方式，
互圣经的智慧甲价值伫生活中自然流动，互家庭共同起造建立因的灵命。针对耳未听、嘴未讲的聋人，愿积极制作手语圣经，互上帝的福音真正无受到任何阻碍。伫2026年，为着纪念台湾圣经公会创立70周年，我要伫台湾北、中、南、东举办4场的感恩礼拜，邀请各地教会甲信徒做伙见证主恩典，分享感动。我也邀请各教会加做台湾圣经公会的东盘教会，共同回应大使命，互万民得到上帝的话语。台湾圣经公会每年需要2000万的经费，来投入4个重点事工：翻译、出版、推广甲培训。邀请恁透过奉献、代祷、以上的传达，互上帝国的事工更加广传，也互最台湾人归向基督。台湾圣经公会在地努力70年，受到最教会、机构、家庭甲个人的支持、代祷、奉献，互阮会当继续坚持使命，向前行。70年来，每一脚步拢留落稳定的记号。全体同工甲翻译团队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亲爱的姊妹兄弟，上帝的话语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未来的旅程悠然充满挑战甲期待。台湾圣经公会诚心邀请恁，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阮的事工。咱做伙同心，见证上帝的话语来改变世界。愿荣光归伫上帝，直到永永远远。感谢教会，感谢兄弟姊妹对圣经公会的支持。暗拄因为即马买圣经的人真正愈来愈少，所以阮需要咱真侪伙伴来支持。无论是教会，真侪阮的伙伴，会当伫遮举办讲座。嘛，欢迎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到深坑啊，遐个圣经公会参观古早珍藏版的圣经，无共款语言，伫个无共款的国家的圣经，阮拢有收藏吼，啊，佮有一寡圣经的故事，伫个迄内底。啊，当然去到遐了后，啊，佮有深坑的臭豆腐啦吼。啊，嘛邀请咱若是会当真侪。阮的会员来支持阮，就是固定甲阮奉献，吼这会当真做圣经公会继续努力，会当继续做圣经翻译，一个真大的帮赞。咱每一个人拢是亲像一块拼图，迄块上帝的国度足宽足大，咱迄块若无甲投入去，上帝的国度敢会完整？就无法度完整，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将咱家己迄块拼图嘛放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因为咱要同齐去互万人真做上帝囝儿，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佮要替因行洗礼，互因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度，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直接向你来祈祷。互阮知影，阮伫个抬杠祭祭的时阵，阮会当用欢喜快乐的心，伫遮领受上帝你要提醒阮的，因为阮每一个人需要学习负责任，担家己的担。毋拄，阮嘛要同齐来分担迄个若石头共款遐尼大的重担。互阮嘛是用温柔的心，互遐个有四散出去的人，会当搁一摆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前。
上帝多谢你，因为阮愿意把机会来做好，互你的国度得到荣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正是第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请会众起立吟全首。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真难来帮助，求主破了就欢喜，怜悯只是贪得你，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有信心来帮助。我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求主破了就欢喜，怜悯只是贪得你，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求诚心来帮助。你若知到心袂冷，我的欢喜你热情，求主破了就欢喜，怜悯只是贪得你，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求诚心来帮助。打着你，我着面面，情的眼光归伊回，留住破了就欢喜，怜悯只是贪得你，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难怪伊撒听，有诚心来帮助。会众遮济，即粒来奉献，咱请林副祥执事甲牧英执事来书献。咱若头一摆到教会来，毋捌奉献的意义，会使免奉献，不要紧。
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三甲阿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我满心感谢而你，感谢你，互阮成做你的囝儿，嘛阮有机会搁一届到殿里来敬拜俄罗你。即时，阮奉献淡薄金钱，为教会圣工所用，求主感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会众请坐。这个报告内先，咱来念今仔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两遍。要分担同担，安尼做才是伫实现基督的律法。教堂太书6章20，请。教堂太书6章20。要分担同担，安尼做才是伫实现基督的律法。教堂太书6章20，咱分开周报第1页，咱12月份的制作的中席长老是黄传进长老，技术是赖金义是台长，甲迄个黄腾义执事是华裔长。咱本周甲下周咱的事项人员甲内容咱家己来看。咱有间的聚会甲主流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咱小组的聚会表时间甲地点咱请家己来看。顶礼拜咱主日奉献的名示请家己来看。那有毋对的所在，咱甲请迄个教会办公室来更正。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12月14日，咱今仔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欢迎圣经公会总干事苏慧牧师来本会来正道。请安甲报告，咱感谢伊，那欢迎伊，咱个拍波来欢迎。总牧师有代表圣经公会要来赠送礼品，互咱教会，咱请吴牧师来接受。真多谢，请兄姐来为着圣经公会的事代祷加奉献。第二，咱本会吴福仁牧师为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前往8个教会来请安报告，咱请代祷。第三，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头拄有点大港节第3期的历史，咱华语场吼，头拄是台语场咱已经有点华语场点职的人员是敬拜团第四，12月份定期中执会，咱是做书面的报告，请各部会将报告交你办公室来回正。第五，小会伫今仔日下晡7点伫7公里
会议调规，请小委员来出席参会。后主日12月21日也是圣诞赞美礼拜哦。咱第一跟第二场礼拜联合，伫上午9点半开始。由2025年小会员来点大港节第4期的垃圾。咱中昼有准备圣诞的爱餐，咱遮有经求爱餐细盘的东港4名吼，那会使服侍的东港向义旅节来报名。小会公告：第一，2026年1月4号第一场礼拜要举行中职甲团契首长就任式。竞争项目长乐是穆桂英，技术是黄世辉、蔡乃平、任真理跟刘扩辉。兄弟团体是吴传兴，服务团体黄业社，妇女团系苏依玲，社青团系是蔡乃平，信歌队是邱新义，敬拜团是赖和先一雄。教会消息：第一，咱2025年圣诞晚会伫12月20伫4楼礼拜堂来举行。咱欢迎兄弟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欢庆圣诞共享喜乐。第二，咱圣诞家庭的报佳音，咱邀请兄弟甲6楼办公室来报名登记登记咱属意的时间第三，圣诞歌的预购一袋22块咱有3种的口味若请要购买的兄弟，咱甲6楼办公室来登记。今仔日截止第四，桃园教会先日的祝福，咱桃园教会要对2026年开始咱希望伫兄弟兄弟的生日迄天要送上满满的祝福。咱要送一张手做的生日卡片有迄个各区长的关怀甲牧师的祝福甲祈祷咱为了无要落到任何一位的兄弟咱邀请特别是不在籍不在籍的兄弟甲牧徒友来填写迄个线上的表单，也是甲6楼办公室来填写以上。第五，2026年好花手册请各部各团体来预备来招招内容是2025年活动事工的报告个迄个2026年的年度组织甲年度计划，请伫2026年1月18进前来交互办公室来回正。第六，咱714年度的关校日定日12月28上午的9点咱要关校注意的事项咱请家己来看内底的事项甲圣诞节系列活动预告，咱请家己来看以上报告，咱请吴牧师来介绍补充报告。来，所今天姊妹大家平安。好，今日补充报告有一寡活动，小提醒一下，甲邀请一下，就是关系会友家庭报佳音。今年有可能大家想讲，卖互牧师遮无用，有报名的只有4号，所以到24号进前，只要你感觉就免烦恼讲我厝内拢无病也是安怎的，就是牧师去报佳音毋是要检查恁厝内底有清气无，安尼了解无？你想一下，若是时间会拄好，然后就当到办公室来报名，然后就一群天使会去唱歌，然後伫迄中間，阮嘛會邀請你小分享一下今年上感恩的代志，然後做伙祈禱，就安尼。
好，所以想一下，若是感觉袂有太侪的负担，就请紧来报名一下。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接续拜六暗时有啥物活动？圣诞晚会几点开始？几点？7点。好，所以邀请咱会当半时间，重点是爱邀请厝边头尾做伙来参与。好，然后若是有参与表演的单位，我拢有先甲咱的首长来通知咱，准备伫下晡彩排的时间，请咱会当小注意一下。然后关系圣诞节，阁有一项代志，就是后礼拜日圣诞爱餐，咱阁有足齐操的各样菜色，所以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若是你愿意，请你家己炸家己的碗碟来，好无？虽然较麻烦，要毋过较环保啦吼，所以家己的碗碟收一个，吼，你爱炸较大的碗嘛袂要紧吼，要毋过就家己炸家己的，吼。好，然后关系明年开始祝大家生日快乐的部分，这嘛是一个机会，因为近前我伫经理大厦想讲项目可以做什么，怎么样认识教职员工，就是送卡片，生日的时候祝福，比较没有人拒绝。然后，所以我伫经理是其实今年做300几张的卡片，就是每个月来算一下吼，然后就安尼一张一张送，来。其实我倒来的时阵，有甲妇人牧师分享这样代志。然后其实即马伫我的办公室，已经先做好170几张安尼，吼，家己用手做的。然后有社青团体做伙斗3工来完成，真水。好，所以伫明年开始1月1号，咱就要送即个生日的祝福。然后是先邀请区长的先敲电话甲你讲一个问一个。若是你生日迄天下在头前有闲的话吼，会当互牧师去拜访的，迄卡片就直接送互你。若是你愿意互牧师直接送卡片互你的，阁有其他小小的礼物。好，若是无买互牧师去的，就只有卡片安尼，安尼较听有。好，嘛透过安尼会当互相关怀。因为咱会友嘛袂少人，听讲名单安尼规个600几个尔，好，所以要毋过放心，莫想讲，若是牧师来吼，伊会收听袂啦，阮足欢喜的，好，会当约时间，所以是请区长，所以接线差不多这几工，咱明年的区长就会先敲电话互你，1月生日的兄弟会先接到电话，然后约看卖，你若是愿意，到时阮就会送即个祝福去到领导。好，若是袂当，我甲妇人牧师迄天嘛会找一个时间敲电话，唱生日快乐歌互你听，嘛是伫电话中间祈祷。若是咱见着面上好啦，你着为着迄小小的礼物，着讲好安尼想一下。好，若是你愿意，互阮去的，阮就会当直接送，无着只会当透过电话，然后提早或者是以后才送卡片安尼。好，这是小小的心意，大大的关怀安尼。然后，阁有一项足无用的代志，也邀请咱做伙来，吼，因为望咱圣诞节当放一个大家做伙讲话影片吼，所以世云老师有一个邀请吼，就是等一下，牧师会讲一句话，就是祝大家，然后咱来做伙讲圣诞快乐。然后华语的一次就是牧师说祝大家祝福大家，那会有大家我们就一起说圣诞快乐，所以台语一次，华语一次。所以世云老师在吗？在吗？还是好？世云老师还不在，那我们派某位代表来帮忙台上。然后听说他要请牧师在会众前面，虽然移动一下，好了，不管，就是可以录一个短短的影片，祝福大家圣诞快乐。所以刚才有等下我会讲啥？我讲祝大家讲啥？圣诞快乐。然后我说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刚刚练习感觉只有圣歌队可以入镜，这样懂吗？所以我来咯。然后拜托谁录呢？好，谢谢属会牧师，他说他帮忙录得真好。可以吗？我说就大家，然后
大家讲啥？圣诞快乐！好，祝福大家。好，一起来吧，就不成，快一点。好，来，对，来我旁边啊，帮我自己站，多尴尬！咦，好，预备，1、2、3，祝大家圣诞快乐！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很好，这样就好了。我们要有信心，这就是最完美的。祝福呈现圣诗第396首，打尾散会求主赐福，打尾散会求主赐福。会众请竭力认专守，因此说请总牧师来监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探以及圣神的帮助，互咱每一个人学习同齐担当，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
面甲列岛。平安日，大家会众今日来行平安日，来护照请安，耶稣听你，保守你平安。